各位觀眾，大家都傾緊關於 MIRROR 閃避球挑戰賽嘅畫面。呢個活動係慶祝出道7年嘅粉絲見面會，見到12子玩得咁投入，本來大家都好享受㗎。不過有報道同片段傳出，話姜濤喺比賽入面好似瞄準咗隊友個頭掟波，搞到好多粉絲擔心，亦引起咗啲誤會同批評。我哋今日就想同大家詳細講下，等大家了解返成件事嘅真相。首先，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呢個係完全嘅大誤會嚟㗎。我哋要直接講明，姜濤絕對冇對準隊友個頭掟波。大家好，歡迎光臨 Solo Talk。喺一個咁高速又緊張嘅閃避球賽裏面，所有動作都係一瞬間發生，加上場內有多部攝影機從唔同角度捕捉，好容易就會因為某一個鏡頭嘅定格，或者某一個拍攝角度嘅問題，令到畫面產生錯覺，令觀眾誤解咗當時實際發生緊嘅情況。我哋好鼓勵大家，只要上網揾翻多啲唔同角度拍攝嘅片段嚟睇，你就會知姜濤根本就冇特登瞄準隊友個頭嚟攻擊。只要你睇清楚多幾個鏡頭，就會發現個波嘅軌跡同落點都同傳聞所講嘅有好大差距。除此之外，根據 Haystar Sports 體育協會出嘅貼文，佢哋講明 MIRROR 佢哋玩嘅係複式閃避球，係5個波閃避球，用嘅係布球，唔係海綿波。佢哋又話會因應唔同比賽有唔同大細嚟調整㗎。佢哋仲強調呢個同大家喺學校玩嘅海綿波或者美式閃避球海綿波係唔同嘅。但最重要係，其實兩種波調中人都唔會對身體造成損傷。如果唔係，都唔會越來越多學校同家長支持小朋友玩呢項運動啦。其實大家諗深一層就知道，如果呢項運動真係咁危險，點會越嚟越多學校提倡，越來越多家長願意俾小朋友參加呢？正正就係因為佢嘅安全性受到認可，所以所有鏡粉同觀眾其實都可以放心。從各方面嘅安排嚟睇，主辦單位絕對做咗非常充足嘅預防措施，去確保每一位參賽者嘅安全，將任何受傷嘅風險降到最低。成個挑戰賽嘅核心精神，其實就係想透過體育運動，去展現佢哋7週年嘅團結同活力，將歡樂帶俾所有支持佢哋嘅人。與其將注意力放喺一啲因為角度問題而造成嘅誤會上面，我哋更應該將焦點放返喺佢哋嘅努力同享受運動嗰份熱情度。所以啦，希望大家睇完呢段分享之後，可以放輕鬆啲，同時解開咗對呢件事嘅誤會。希望大家唔好再被嗰啲片段影響心情。無論如何，大家都加油啦！隊都有個最有價值球員嘅，究竟每隊嘅最有價值球員分別係邊位呢？先嚟班嘅就係藍隊嘅姜濤。哇！恭喜晒，恭喜晒！幾次嘅捨身攻擊。紅隊嘅 AK。大家睇完呢條片有咩諗法呢？如果喜歡的話，請訂閱、留言、讚好同分享出去，俾啲動力小編好嗎？呢個小台好需要大家支持，先至可以繼續行落去。多謝大家，約定你下條片見啦，拜拜。